如果你是在廁所的話，現在就給我跑出來，現在滾出來。在廁所，快點穿褲子。Oh,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reached. OK. 好。OK。真的是抽中你啊！我很有印象。因為 Josephine 啊，是我以前一個女朋友的名字。哦。果然是你。你交過跟女朋友哪一個？這樣有緣分的咩，老闆？很久以前。哇。果然是你。單身的話可以認識一下。你們要打假的認識老闆啊？問係咪 Josephine 夫咧？Hello， 聽唔聽到？請問係咪 Josephine 夫咧？係，你記唔記得我係利記茶室老闆打俾你？你記唔記得你參加過抽獎啊？係啊，咁而家抽中你啦，就係 Aon 嘅30溝 coupon。係啊，你可以嚟攞噶啦，即日開始，係。我哋通常都會永遠等候嘅。係。你試下。我抽中你啦，是安慰獎。安慰獎是利記茶室的 coupon。10溝錢。10 ringgit。你可以稍後拿的，是你的，你可以稍後來拿。對。你記唔記得咧？你嚟食嘢咧，參加過抽獎咧？係啊。恭喜你啦！依家抽到大獎啊！係啊。係啊，我都唔知400幾多10溝嘅焗爐啊！唔知我都唔記得我買幾多錢，唔知430定460咁樣嘅。係啊，抽到你啦！你係最後一個中獎嘅人，亦都係大獎啊！恭喜你啊！咁你即日起可以嚟攞㗎啦。我哋拜三休息嘅。